警隊高層再爆醜聞，警司周毅剛被控喺灣仔警察總部內3度非禮同一名女下屬，包括喺總警司分享會上觸摸事主臀部，甚至要求對方將手放喺佢褲浪上，並聲稱自己扯旗。案件於7月16日喺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，裁判官何慧嫻裁定周毅剛3項非禮罪成。裁判官指出，被告所謂嘅地下情毫無根據，既冇通訊記錄，亦冇合照，只係拖手同傾偈，形容關係膚淺荒謬，難以視為成年人之間嘅戀情，認為被告講法一派胡言，唔可信亦唔可靠。案件押後至7月31日判刑，期間被告繼續保釋，以索取背景報告及事主創傷報告。周毅剛聞判後仍露出微笑。案情指，周毅剛案發時為警隊支援部高級警司，分別喺上年6月同11月3度猥褻侵犯女下屬。事主供稱，第一次喺房外同秘書交談時，特感有人拍打臀部；第二次喺部門聚會中被周摸臀部，要求陪佢過夜，甚至強行捉佢隻手放喺褲浪上。事主形容當時摸到硬物，周毅剛更自稱扯旗，令佢極度恐懼。事主後來被同事帶到休息室，為周毅剛再度出現，要求親吻及陪佢過夜。事主大聲拒絕，周毅剛才退後。裁判官形容案件性質嚴重，監禁屬合適刑罰。